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桃园最近常常的失电，4月份拢总着发生35件。桃园市府批评台电，讲这是个案的问题，实在交代袂过。不过台电嘛有回应讲，桃园有上千条的线路送电，足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，所以嘛强调讲失电无代表欠电。桃园常常停电。昨日到，如果因为航空城通报商施工的时阵，甲电火条啊扭断，造成大园罗德区有257号停电，民众拢希望莫再再停电。还没到高峰的时候就这样，蛮危险的。做好是他有计划性的做啊，并不是说我这里坏了才去修。市府统计，最近6个月，桃园总共停电171遍，平均一天0.9次遍。受到影响的户数总共29万外户，尤其是今年4月就停35遍，平均一天1.16遍。这样的趋势可以看得出来，那我们的输配电是非常的脆弱不稳定的哦。那这一点如果还是用个案来讲的话，我觉得比较难交代过去。苏振斌讲，台电特别拢讲是个案，不过桃园的工业用电真多，人口也愈来愈多。这也不是一两天的代志，问题是伫咧兼顾完善的电网或者是用电政策。对此，台电回应讲，桃园有1109条轨线，容易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，强调停电不是欠电。桃园近期的事故停电，每起停电分别在不同的地区，事故的原因也不同，经抢修后都短时间内恢复供电。桃园区处再次强调，事故停电不等同缺电。台电桃园区营业处今仔日开始会启动专案巡检，出动180人加强巡视配电设备，希望会当伫咧突然间停电进前就先发现问题。但是到底是系统性的问题，也是个案？台电甲桃园市政府的看法无同，不过民众只敢希望会当有稳定的供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